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金门因为网务海空交通大乱，早起金门机场有上千人但被包围飞返来台湾，小三通嘛因为能见度无好，船班受影响。早起台股盘中落超过400点，台积电一开盘就落40块，加再是有收掉1000块的关卡，其他的电子股嘛拢落。英国车里伫伦敦开澳洲领袖峰会，达成4点的共识，包括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基辅参加和平谈判。来看昨日8连假的上尾日落，金门因为网务造成海空交通大乱，航班拢取消。今仔早起7点，金门机场开放现场保卫，都有上千个人等要候补。今仔早起又有网务飞机嘛个暂停起降。小三通嘛，因为能见度无好，早起7点40分开始，船班嘛暂时停驶。其中到12点已经解除网务直播，金门到厦门的航线嘛已经恢复往来咯。旅客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看起来拢真忝，搁拄着大网务，大家拢无愿意。金门机场柜台伫8月1日起人开甲满满，大家拢希望会当接到候补的机会，顺利登去做。不过伫线上登记候补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要登来本岛的航班，逐班拢客满。有旅客惊讲坐袂到位，赶紧伫透早3点就来排队，也已经传好备案。再没有飞机怎么办？这没有飞机啊，没有飞机，我回厦门，再直航到台北。会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那一定是嘛。气象署针对金门、马祖发浓雾直播，两个地区拢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的现象。这样后，一早起航班各受到网雾影响。民航局公告，早起9点26分开始暂停起降，不过伫9点40分左右，能见度较好，如果恢复起降，敢若是候补要飞台北的乘客就已经超过800人。大家想要转去，希望天公伯啊斗3天。啊，如果真的起雾没办法回去怎么办？再住一晚啊！再住一晚，还没想到下一步。另外，小三通也受影响，海域的能见度无好。金门县港务处经过甲大陆方面协商了，8月早起7点40分开始暂停往厦门的航线，直到早起9点40分开始恢复行驶。我们会抢疏运，因为下午可能又会起南风，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会尽快的让旅客达到一个通关。也是来旅游的吗？对对对。啊，被困几天了？就昨天晚上被困了。伫早起10点50分，港务处又搁公告往厦门的航线停航，网务来乱，能见度有时好有时歹。旅客伫咧坐船进前，一定要向船公司确认航班的资讯，避免到现场煞无船通坐。公司新闻综合报道。8连假结束，今仔台股早起是以22734点开盘，盘中是落超过400点哦，落尾收盘是落296点。台积电一开盘就落40块，加上是有收掉1000块的关卡，收盘是收伫1020块。其他联发科、联电等电子股大部分嘛拢落。8月台股开盘有改变，受到8连假的期间。市场放出几项利空的消息，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加拿大甲墨西哥的关税要如期生效，也有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两个人煞讲了无欢喜，唔能互各国行一条，股市嘛连带受影响。台股初三开盘以22734点开出，盘中捌大落超过400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修正，它关税变来变去哦。第二个就是这个川泽会，就是川普跟泽伦斯基的一个会谈。不是太愉快，那引发市场上的一些比较动荡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讲川普效应就显现在这2个，在上礼拜。专家分析，受到台股这个月也是弱中带强，卡低了后加权的走势，后续川普的政策，拢会让市场有无确定的因素。也若宽达股台积电，初三一个开盘就大落40块，后来有落较少，加在无落破1000块。也若其他的电子类股，亲像联发科、汇创、联电甲国际，嘛拢规片青的青。分析师认为讲，台积电下落，甲最近辉达公布的财报有关系。担忧呢，这个 NVIDIA 的一个成长速度趋缓，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未来的一个业绩展望？川普的一个关税战未来如何因应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会造成了台积电短线的一个上涨压力。最近阿股受到美股大力的影响，嘛底底落一个真厉害。不过分析师认为讲，台股也有支持的点跌，后续也会继续关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来看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昨办是求职的活动哦，立委布坤基伫现场发言，和一个80多岁老大人是真不满，嘛请布坤基讲甲强匪斗空。布坤基是要求讲马上甲这个老大人赶出去。后来现场冲突的影片传出来，有人就发现讲这老大人是花莲真出名、得过书读奖的一个退休的老师。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加种树仔节活动，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成立伫花公山体育馆举办送树仔活动。也毋过立委布坤基伫台顶致辞时，突然有一位妇人人徛起来骂布坤基同匪，布坤基随请人将伊赶走。这就是民进党的态度，看到了吗？老岁人新婚时在地政有名的国中退休老师叶春莲，因为教册兼加予学生号一个外号叫叶爸。伊今年伫要80岁，风粗鲁且厝长活，虽然真艰苦，也毋过更加烦恼台湾未来。明显的看到通匪啊，整个台湾都快要变成共产党，我可不许啊！我绝对活不下，一天都活不下去。相关画面风波上网络，引起在地真侪人的愤怒，尤其互教过学生更加是替老师抱不平。花莲真的老师桃李满天下，蛮多的一些学长跟一些同学为老师抱不平。在花莲，任何有关于对于副委员不同意见的声音，通常都会被贴绿。面对愈来愈大的反弹，国民党花莲市党部是提出2015年叶老师甲民进党地方议员的旧相片，其这一切拢是有人在操控。我们放旧照片的意义，相信你们都知道。什么？请你说明白，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好吗？要让民众看到底是怎样开始进行的一出谎言。最近布坤基去香港就引起讨论，即马因为发生老岁人红带入会场，更加引起风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再来关心罢免上新的进度，中选会审议目前计共是有19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洪庭街新竹市长高虹安，各2个民进党的议员的罢免案，第一阶段的审核通过了。有9个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哦，搁爱补件。以罢免案送件的时间来看，3月初3到初9，至少会阁有3个民进党的立委，阁有13个国民党的立委，第一阶段的审议会有结果。即马伫全台湾拢有立委的罢免风潮，国民党青年军对于罢免台北市双吴立委吴思瑶、吴百亿是毋是达到第一阶段的条件，到即马也无接到中选会通知。因过因为顶回227中选会公布的结果。9位无达到标准会当罢免案的，拢是另一的立委。地动三峡团队也赶紧伫礼拜六先联署国家税联署书，以防止需要补件。既然都要补件，我们宁可早一点开始准备。在周末的时候，吴思瑶的部分，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补件，远远超过需要补件的件数，因为2900件。已经比当时我送件的2836还要多。我想我非常的平常心，我也非常相信我们北投天母乡亲的判断。那他们号称他们联署多少人，我都予以尊重。但我还是要补充，这实在是跟现场的状况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根据中选会审议的结果，目前包括19位国民党的立委。新竹市长高虹安一个2位民进党的议员，总共22人的罢免案，第一阶段拢通过。另外9位民进党立委爱补件，推估伫3月初3到初9，至少也个包括吴思瑶在内3位民进党立委，也个包括罗志强等13位国民党立委的。第一阶段审议有结果出来。我刚刚也是在挨家挨户送感谢信哈，我现在推一个100万步走大案哈，周年成绩报告。罢免本来就公民的权利啦，那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联署，那我们也尊重。那我认为说一阶段的部分的话，在我的评估当中，我是已经不去考虑这些了，我是直接当作会有罢免投票来准备。你会觉得说我轻易用一个走路秀，我就可以好像就转移掉那整个焦点，忘记说，这实在是太侮辱大人的智商了，就没办法忍受，你知道？罗志强展开100万步行出大案的计划来反制罢免。民进党党团总召关建民伫最近发出讲，赖清德将会表态，而且大立场。但是吴思瑶即个人回应讲，等成案了，赖清德会全力听每一位被罢免的另一立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中共伫顶个月对台湾发动5届的联合政备竞选，有国军的高层就分析讲，解放军有可能会对训练直接变作是战争，互咱的国军未赴应付。国防部今仔嘛发布讲，有中共的军机10架次、军舰6架次，佮公务船4架来到台海的附近，佮有解放军的直升机出现伫东南外海。中共相关台海情势紧张，根据统计，共军2月对台展开达到500个联合战备竞选。有国军高层分析共军动态，像共机为国基地前推火箭军6项直升机也上台部署伫第一线，都是要加速由混转战，和国军未赴应对。因为他们这种操演，已经是常态化，甚至是有些是无预警化。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麻痹的状况。我还是必须要警示中共由训转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国军也应该强化对共军联合战备警巡的情报的收集与判断，并加强后备动员的速度。共军由混转战若成真，要武力反台进程，有缘有真侪前调，包括共机大量集中、部队大规模的调动、医疗物资、弹药集结、港口等等。调查单位认为，国军爱加大征收的量能，佮将共军由混转战的可能性搭伫汉光演习演练。国防部青沙发布，增设共机10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伫西南、东南空域9架次，结合局舰6架、公务船4架交代，观察共军动态图。共军直升机出伫东南外海，学者分析，中共恐惊演练对台湾东部的突袭作战。他现在有了2栖突击舰、船坞登陆舰之后呢，然后使用大型这个直升机，那他就很可能会在这个区域，那利用这个直升机，这个带领这个那个载运特战部队侵入，可能将来未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东部的这边的这个海上活动的这个监控，还有低空活动的监控，可能那个要考虑要加强。国军强化政训本部，也过面临兵力流失，对此国民党立委提案，要替国军加薪，分别是25亿，袂当加过基本工资28590块，加志愿役加薪2万。国防部也有提出调薪的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向法院申请解除禁见，到3月初10进前会当甲4个亲人面会。郭文地牵手单飞机，早起嘛去看守所，伊无对媒体讲话。我家是真关心，讲郭文地爸爸3月初10要出山，郭文地敢会当去送？不所冇回应。依受刑人及被告返家探视办法第5条第2项第1款之规定。返家探视应于死者亡故日起至丧葬前2日，包含假日提出申请。丽姐，目前那个柯爸爸后事跟主席有讨论好吗？今天会交申请书吗？目前柯文哲身体状况还好吗？因为郭文地腰去闪到单飞机，毛早酸痛的大步。郭文地小妹郭美兰参加各个见面了后，嘛表示讲，郭文地希望讲会当参加家祭，申请书嘛已经写好了。民众党嘛表示讲，相关的文件已经有准备，会找时间来交付巴所。国际新闻，咱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见面所冤家起会面。英国伫初二嘛伫伦敦来开欧洲领袖峰会。英国首相斯凯尼是表示讲，因有达成4点的共识，包括继续支持乌克兰，佮有互基辅来参加和平谈判等等。英国首相斯凯尼是认为，乌克兰要有美国的保证，才法度得到长久的和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讲，已经准备好要签署扩散协议了。伫美欧元首会面不欢而散了后，英国初二伫伦敦召开欧洲领袖峰会。伫英国首相斯凯尔邀请之下，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甲10多名欧洲国家领袖、参欧盟北约高层拢出席峰会。斯凯尔指出，各方达成4点共识，包括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援，互基辅参与任何和平谈判，阻止罗西亚未来再度入侵乌克兰。各有组建联盟，以保护乌克兰，佮确保因的和平。The UK is prepared to back this, with boots on the ground and planes in the air, together with others. Europe must do the heavy lifting. But to support peace in our continent and to succeed,
This effort must have strong US backing. 斯凯尔也强调，伊无认为美国是无可靠的盟友，佮宣布会佮提供乌克兰16亿英镑大约新台票664亿援助，来买5000粒防空飞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甲英国提议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休战1个月，也毋过只限空中佮海上，并无包括地面战斗。德国总理肖兹讲，乌克兰永远袂停。罗西亚指挥几乎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确保会当抵抗未来任何侵略。波兰总理图斯克认为，欧洲爱加强军事甲国防自主。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搁一摆表示对泽伦斯基甲乌克兰的支持。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洲迫切需要重新武装，搁向美国表明准备捍卫民主。We urgently have to rearm Europe. And for that, I will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plan how to rearm Europe on the 6th of March when we have our European Council to the leaders. 在美欧领袖会面了后，紧张的气氛之下，英国法国元首出面协商。北约秘书长李特也做公称，建议泽伦斯基思考安怎修复甲川普的关系。泽伦斯基表态，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签署扩散协议。Незважаючи на те, що сталося раніше, незважаючи на це, м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і. Якщо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що вона буде підписана з нашого боку, ми готові підписувати. Я, чесно кажучи, думаю, що і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будуть готові. 泽伦斯基也个表示，会当理解美国寻求甲普丁对话，也毋过乌克兰人拢希望听到美国坚定徛伫乌克兰一边。泽伦斯基也伫峰会了后，甲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再来看哈马斯拒在美国支持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延长方案，即卖以色列嘛组织所有加沙走廊的领导协助，哈马斯嘛呼吁埃及甲卡达来斗相共了解。伫拉法关口几多台载着人员救援物资的大卡车，本来要入去加沙走廊，不过以色列未互因入去了，车就回头转去埃及。صبحنا للسحور الصبح كان شغال عادي ساعة بالضبط حوالي 7:30 فجأنا إنه الجيش ادى أمر للمعابر يسكروه。对此，哈马斯讲，以色列行为是属假诈骗、犯战争罪，是明显的攻击。3月出现是埃及、卡达加美国调停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到期的日子，时间到啊，也未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以色列甲哈马斯就有新的危机。以色列北警告讲，若是哈马斯无接受美国支持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延长方案，将会受到加码的效果。埃及指责以色列利用民众摇巴岛做武器。U.S. Mideast envoy Steve Witkoff is expected to visit the region in the coming days, and he now faces a big challenge. He's going to have to try to find a way, to find a formula to keep both sides negotiating. The ceasefire has not collapsed yet. 伫即马加沙走廊的援助物资抑个库存，暂时对加沙百姓未造成直接断粮的危机。不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希望各界赶紧达成共识。埃及的外长讲，埃及会伫咧随时召开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希望会当提出重建加沙的计划，而且毋是迄种将加沙百姓赶走的计划。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咱过去船三协顺利了，初二暗时伫佩加苏海峡烧起来，有5个船员互救起来，也毋过世间的船长搁一个印尼的船员失踪，海巡署今仔透早搁伫现场的协助。三协顺利了，伫佩加苏海峡导火，5个人，5个互救起来的船员咯，拢有小烫伤，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因为海象无好，搁有2个人失踪哦，目前是搁继续在找人。再看第61线快速道路口湖路段，伫初二暗头5点哦，一台货车家己去弄着烧起来，坐伫驾驶边仔的乘客红烧死。有民众讲，伊看到事故发生的时，有驾驶哦走离开现场。警方昨暗嘛已经抓到一个外男子的驾驶，该移送法办咯。这台被烧啊真乌的小货车，后面阁会当看到载着老蛤蟆的机械。2号下晡5点左右，这台车辆行经61线口湖路段。车辆因为不明原因，家己弄起火烧起来，消防人员接到通报，出动灵车抢救。将火拍花后，发现副驾驶座有1个人已经明显死亡。等我们火势熄灭的时候，在副驾驶座的部分有发现一名烧焦的
人员，那没法已经完全烧焦，那因为没法辨识男生或女生。而且大先这小可火咧倒，啊那迄个那无管甲拖出来啊，那无管先拖迄个出来啊，我有看一个伫车间咧行。现场有民众看到表示，当时听到真大声音，看到消火车在车道驶几啊轮，过无偌久有人落车，车辆就烧起来。但后续消防人员确只有发现一名死者，经警方以车追人，将这名外人机的驾驶查起到案。越南籍男子阿卡，75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自台南市欲返回云林县台西乡，行经该处，因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起火燃烧，驾驶人阿卡旋即离开事故地点，副驾驶座乘客1人死亡，身份待查。警方就讲，车祸原因阁需要调查，目前确认小火车只有2个人，有人机的驾驶以观光名义来台，超过时间却无回去。当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离开现场，专案以刑法过失致人死亡、遗弃致人死亡以及肇事逃逸致人死伤罪嫌，以上5人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台南一个13岁高中生伫2月底雄雄过身，家属指控讲囡仔伫学校被霸凌持刀。台南地检署今仔早起解剖这个高中生的遗体，要来理清死因。高中生的家属包括因老爸老母，一透早就献身台南市立殡仪馆等待法医来详验。台南一名13岁高中生2月底是雄雄过身，家属是指控这个学生疑似伫学校内面遭受的霸凌，强行甲持刀致死。为了厘清死因，3号一透早，法医师是解剖详验，采集检体化验毒品药物的反应。高中生的遗体是9点45分送入解剖室内面，家属是会同检察官、法医甲警方解剖详验，但是面对大批媒体到场，家长是无愿意加讲。另外学校的校长嘛到场来质疑，不过家属相共是真生气。都在调查当中哈，我们一切都在等我们的调查结果出来。我们就想来致意，来跟小朋友致意，跟家属致意一下，谢谢。我们后续会再继续处理，好，谢谢。我们等结果报告出来，要送那个法医。大概多久的时间啊？不一定，但是我们会尽快处理。那我们有采哪些地方？这不方便透露，谢谢。这件代志去人爆出来了后，是震惊社会。教育局是紧急发布5点的声明，除了对此感觉真哀痛。校方嘛已经主动完成校安以及社情的通报，同时是按照规定受理家长申请疑似霸凌案件，并且启动调查。学校嘛会全力配合检调的调查，希望司法会当早日厘清调查的结果。另外，解剖鉴定的报告，检方表示将会请法医研究所家属尽快完成报告。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台中后里一个姓洪的查某人伊利用网络来开发毒品的新人客，要交货的时阵，佫会杀一个接货过来囡仔出现。警方伫去年7月当场甲伊抓起来，嘛发现讲伊有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等毒品今年1月互起诉，这囡仔嘛已经先交互其他的亲戚朋友去照顾。社会局嘛表示讲会来调查，看讲这个囡仔敢有受到毒品的危害。一个姓洪的查某人和客户完成交易，拄想要杀洪的车离开，就随后卖互警方抓起来。原来2个人交易的是毒品。我就剩下这些东西而已啊。这下什么？这什么钱？啊？这什么钱？这是我们2个合资要拿东西的钱。拿什么东西的钱？拿海洛因的钱。海洛因的钱呀。警方随甲查某人带去徛街敲吹，除了敲到海洛因，也有安非他命等毒品，也有食到的工具和交易的小铺。警方发现，带后里姓洪的查某人伫线顶找毒品的买主，对方若确定要买，就杀洪的车，也有一岁外的囡仔，掩护毒品的交易。一个姓洪的查某人辩讲，是因为洪财收入无稳定，才来卖毒。红线的犯罪手法都是先把毒品藏在婴儿车里面，然后再把小孩推出来当作掩护。那等客户抵达之后，他再把毒品从婴儿车里面拿出来交易。警方去年7月将伊抓起来，检方今年1月以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伊的囡仔目前交予亲戚来照顾。台中市社会局表示，会查明毒品敢有对囡仔造成实际的危害，也会厘清敢有违反儿少权法。医生也表示，若准老母有食毒，囡仔可能会产生戒断的症状。
观察小朋友的，第一个是他的体重状况，他出生有没有体重偏轻，然后还有没有一些神经发育的问题，就是比方说头围偏小啊，或是脑部发育不良的状况。那再来事情就是观察他有没有戒断的状况，比方说他吸奶的能力不好啊，或是呼吸有抑制。医生表示，若准囡仔产生戒断的症状，抽血确认有毒品的反应了后，就会予伊适当比例的药仔治疗，也会评估对心理的层面，敢有需要接受辅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的地政局长吴俊金涉违反撤销首长特别会2月25检验去敲碎局长的办公室顶地点，检方审后是以100万交保哦。今仔早起，台中市政府嘛宣布讲，已经准地政局长吴俊金辞职哦。伫2月25，台中市长罗秀燕去日本访问的第2日，台中地检署是指挥廉政署的中调组，佮有调查局的中基站等单位去敲碎吴俊金的办公室等所在，嘛审问10外个人哦。审后是认为吴俊金涉公务员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等罪嫌，是以100万交保。台中市政府本地是表示讲要等待调查。也毋过，今仔日8连假放煞头一日上班哦，市政府就宣布讲已经准吴俊金局长辞职咯，嘛强调讲市政府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再来看台大病院的副院长是表示讲，最近急诊的住院医师一直到第2轮、第3轮哦，才招满额，所以建议政府提悬住院医师的薪水，至少保障有6万块到8万块，来避免私人的病院抢人。也毋过，台北市医师工会是真不满哦，因认为讲应该爱整体来提升待遇甲环境，才有法度来解决问题。最近各大病院急诊探判凸显护理人员出走的问题，毋但呢，医师能力也求进步。台大病院副院长罗培仁顶日指出，最近急诊住院医师招募到2、3轮才满额，建议政府将住院医师的薪水固定伫6万至8万，避免私立病院高薪抢人。就要到予台北市医师工会批评，这款的讲法会当讲是请鬼拆药单。你要让住院医师愿意接受这个4到6年非常辛苦，要值班，要做很多很密集的这一些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专科医师训练，你就要拿出更大的诱因。那如果不是这样，跟这个对着做，或者跟这个反方向而做的事情，当然都是请鬼拿药单。那医护人力食力，未少民众发现看完病领药等待时间也变长啊。根据卫福部委任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发现，开药病院职业药师有离职计划的人达到33%，以下中心是有30%。医药界观察，目前北部病院欠药师上悬，大约是3成。对此，药师工会全联会表示，病院除了需要引进自动化调节设备，也要改善药师待遇甲职业环境，才会当留住人才。医院药师要留住人才，还是要靠完整的一个升迁制度跟一个提供药师一个良好的生涯规划为目标。医改会呼吁卫生主管机关应该要检视医院药师的专业价值要如何被彰显。很多医院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会把这个药师的待遇会再进行调整，再往上调。卫福部医师署强调，国内整体药师的能力并无欠，只是能力分配不平均，会检讨病院留袂掉药师的原因，也鼓励病院调悬薪水待遇，各甲社区药局合作，减少病院调剂工作量。另外，住院医师的劳动条件目前已经达至劳基法保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护理师卡手无够，护理师工会全联会要推动查甫护理师伫病院做替代役。去年底国防部初步嘛决定讲，会当先派去军病院，一当是会当来提供上千个护理师的缺。也毋过有立委是建议讲，应该扩大分派到所有的公立病院、民间的病院嘛有需求。护理师人力流失，加重关仓危机，加急诊太车的情况。护理师团体积极推动男性护理师会当伫病院和替代役，补充基层护理人力。去年底国防部初步决议，护理师资格役男优先派进军医单位。国民党立委陈正辉今嘛更加建议，爱扩大到所有的公立病院，甚至民间病院。假使我们可以把护理替代役不只推动到国军医院，
公立医院或是私立医院，我相信对于目前这样子的状态是可以注入一股活水。人力还没有补足之前，就让这样子医护背景的役男拨到民间私人的医疗院所去。那我想，国防军力还是以国防本务为主。去年立委王定宇等人提出临时动议，呼吁国防部建议，国防部初步决议3总等14间国军病院，但年大约会当提供221名护理师役男名额。护理师工会专联会认为，予男性护理师伫病院予替代役，唔但会当连接专业技术，退伍了后也会当职业，而且若会当予年资无长，也会当强化继续留伫医疗单位的意愿。估计当年会当补充9000名的护理师。其实一开始是希望都开放，在原来的医院就服兵役的。后来沟通的结果是说，他们要服兵役，还是要到军方，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军方要求的东西。低的估计，今年大概会有1400左右的护理师进到职场。但政府强调，不管任何环境，医护离开医疗单位一段时间，要回归，拢需要时间佮熟悉医疗作业。男护理师若袂因为做兵或中断专业技能，是一件好代志。王定宇建议，会当考虑予特别退伍、佮有意愿的军人训练培养相关医护专长，退伍了后都有机会转去民间医疗院所补充医护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消保处今仔公布去年第2届的房屋买卖契约查核的结果，有11件互处罚了，计共是互罚234万。疫情了后，房市搁一届热起来。行政院消保处公告，为着要看建商遵守预售厝买卖定型化契约的情形，行政院消保处公布去年第2届契约查核的情形，主要查核的重点包括契约的审阅期、停车位、验收、甲交厝期限相关的担保。揭露它的停车空间面积占共有部分面积的比例。第二个要揭露的是停车位的高度，因为停车位高度会实际影响到你车子，也许休旅车高一点，你也许就会停不进去。查核的项目内底，基本查核的数量拢总50案，其中有13项无符合规定，无合格比率是 1.7%， 其中彰化2个建案，拢总罚款36万。另外，针对去年5月至8月，全国卖厝排名排前10名的建案，另外增加查核的件数，有甲7项无符合规定，其中建商新复发伫高雄甲台中2个建案，分别拢罚款30万。我们从109年的第一次合作的查核的这个违规的这个项次比率，到我们这一次就是去年的第2次查核的违规的比率，已经大幅的下降。因为房价飙涨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如果说是对于建商端来说的话，是不是有业主他宁可选择赔偿，也不愿意肩负起对消费者责任？所以是不是在罚则亦或者是说在其他的相关规定上面，可以有更执行公权力的一些机会？为了减少纠纷，消保处提醒消费者签约进前，应该先去实价登录的网站，确认建案契约比载的情形，而且详细核对契约的内容。敢是甲预售厝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无应该记载的事项规定拢有符合，来保障家己的权益。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有的民众欠钱也毋过无资格去向银行借，会去向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也毋过目前融资公司无受到法律的规范，有一寡债务人因为利息滚利息超过20%是真凄惨。民间团体是呼吁金管会应该赶紧提出融资公司法的草案来减少乱象。17个月我们付了170万，那我问他说本金还了多少，利息还了多少？170万，既然告诉我们说利息要付100万，本金付70万。A 小姐真生气，讲出行销互融资公司无合理的规定。伊伫180年向融资公司借400万，一开始逐个月固定成8.8万块，借钱过27个月才摕到合约，到呾阁有363万爱还。伊讲这个坑愈补愈大坑，利率也无公开透明写伫合约内底。卡侪受害人自救会就表示，因为目前无法律通管理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虽然民法有规定袂当超过16%，不过融资公司也会用其他讲法无合理的增加利率，定定算起来拢超过20%。它这个贷款交易不透明，而且利率非常高，都如果把手续费、违约金、对保、什么拖车费加进去，算起来都超过20-30%。卡侪受害人自救会表示，自2021年逐个月收到1-2件申诉通报。
高达通报件数，逐个月增加约3成，愈来愈侪人掉伫无公平的融资契约内底。另外，律师也表示，金管会捌答应讲要伫融资公司法草案出来进前，先将台湾目前4大融资公司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金管会目前煞无任何作为。金额空白，利息多少不清楚，借贷金额超过他能够还的额度，借钱很高兴，但是还钱就很痛苦，还不了钱，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催债没有规范，这个都不是消费者金融保护法能够规范的。民间团体表示，因为无专法和组织单位管理融资公司，目前受害债务人也无通申诉。也强调，因呼吁金管会伫6月份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前，赶紧提出融资公司法的草案。金管会表示，伊个会伫6月底之前公布金保法上新的规范。也若融资公司法草案，因目前正在研议讨论。记者中嘉嘅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北市政府今仔开始伫台北桥头益成公园附近的路边乌托邦的停车格开始算点钟收费咯。过去是停一届20块，即马改做1点钟10块。市政府是表示讲是希望服务临时停车需要的民众会当有停车位通停。台北车站边的益成公园附近，涂骹正明显表示着乌托邦计时收费1点钟收10块，一天上最50块。新制度实施了，真侪骑乌托邦人拢讲会当理解。我觉得有好有坏吧，但是如果像我一样临停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计时这样计上去，最多一天收50块可以接受，有一点多。甲以前差不多拢是停满的情形比，计时收费新制度实施第一天，确实加真侪停车费。台北市政府讲，经这个所在做试办的地点。是考虑真侪骑乌托邦人车停下了，就去坐车去外县市，造成有临时停车需求的人找无停车位。即马用这种照时间收钱的新制度，会让增加周转率，也让鼓励需要停较久的骑乌托邦的人改坐大众运输工具。确实，在早上的停车状况跟以往相比的话，空车位是有变多的。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的方向，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有长时间停放的，或者是说能够选择大众运输前往周边的人可以有一些其他选择行为。这是台北市政府第一遍举办乌托邦计时收费，因那边的桃园已经做几多年啊，合区内4万外乌托邦停车位，即马有3000外是按时间收钱。主要是针对了包括像公务机关啊，还有银行啊，或是商业比较活络的地区，还是要去增加这些场站或是特殊区域的停车的周转率。桃园市政府讲，计时收费乌托邦停车位是属有少数，目的不是要增加收入，以后也会继续观察，若是有临时停车需求较悬的所在，才会安尼先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改装车的影响是真吵人，高雄市政府为着要维护民众的安宁，去年处罚4000外件，嘛处罚上千件哦。今年要搁伫高雄高山顶10个改装车定定出现的路段来加强处罚，卖伫重点的路段增科技执法的设备。重型机车骑过，声音真吵，就算是白日也是真扰民。改装车噪音扰民，高雄去年总共处罚4114件，处分1324件，累计罚金240几万。环保局今年预计将于改装车辆较常出没地点，包含笔直宽敞的市区主要道路以及相关风景区的连外道路，执行加强的稽查作业。警方将机车砸落，环保局向前看敢有改装。除了去年的联合机车，高市府今年针对大寮凤林沙路、甲高山扫船街等10个路段加强处罚。以扫船街做例，因为我伫西雅湾顶景点，假日游客多，而且半暝车少，附近居民受噪音困扰真侪冬。困扰就是困扰，你也阻止不了了，对不对？你叫警察24小时站在那边也不可能他都会等到警察走了，他们才飙啊。扫船街过去是改装车定出现的地点，虽然警方甲环保局有心处罚，但这寡人车拢是趁假日还是半暝来，根本掠袂了。高市府原本准备伫附近装噪音处罚设备，却因为挖道砖头无法度装。它旁边不能有那个声音的干扰嘛，那我们这边又有船又有渡轮，所以很难落实的原因，所以就都不好处理啊。
市府新买科技执法的设备，透过联合机查甲加强科技执法，维护民众生活。环保局嘛提醒，机车排气管改装，今年开始列做验车的项目。若查到会使以道交条例处900到1800块不等罚款。若违规车辆通知告检无合格，上悬会使阁加罚3600。公司新闻单环务柯正俊高雄报道。最近幼儿园要开始招生了，对家长来讲安怎为囡仔来选幼儿园嘛是真伤脑筋。全国幼教产业工会就提醒家长要爱特别注意师资，各学校的卡手敢有教甲上收费的相关规定。为3月份开始是咱国幼儿园招生的时期，安怎选择安全的幼儿园，家长拢真关心，因为去年真接传出不当对待的事件。国教署今年1月2日已经公告。修订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不过为着预防搁再发生，全国幼教产业工会嘛列出台选幼儿园的3个要点。要挑选园内的老师，多数都是具有这个专业背景的这个幼儿园哈，每班至少要配置2名教保人员，确保幼儿园的收费是透明的哈。根据国教署的资料显示，最近这几年来，伫个6都的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通报的数量，甲裁罚的数量持续咧升悬。甲111年来比，112年通报的案件增加209件，裁罚案件的数量也悬6成。教保团体提醒家长，都要随时注意囡仔身心的状况。这些淤青的地方，走路跌倒碰撞不会碰到的一个位置，那家长可能就要有所警觉，有很多的情绪的状况，甚至有退化的行为。但如果已经上学一阵子之后，他突然拒学，那这个就是一个警讯。教保团体提醒，幼儿园要有合法立案的空间甲消防的安全性，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亲像幼儿园袂当设伫3楼以上，幼幼班爱伫1楼顶顶。老师的责任性甲亲属的沟通，拢爱多方面来观察甲考虑。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生态争议是不断哦。环保团体搁再指控讲，第3节施工的时，一款一级保育类的酸污严重死亡。因要求讲，这应该由第3方公正的单位来勘查。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继续伫咧进行。环保团体吹沙早起，先到大潭的海草搭G2区进行生态勘查，要用中油调查的公开资料，加在地科学家长期实地勘查现场的影像，要求确认海草搭生态影响，提出保育政策。你们原始的资料上面布满的藻礁。现在告诉我们这里没有。环保团体控诉3只站桥桥墩加临时站桥大型电箱伫施工时阵，造成海草搭被污水碎片。伫咧施工时阵，以及保育类动物茶山多杯抗酸污严重衰退死亡，破坏真严重。九湾区离工业区较晚，比G2更加严重。海洋大学根据调查结果表示，海草搭的生态容易受到气候影响。唯一甲工程有关的是水的浓度。藻礁的面积。G1南和G2北，它的季节性变动是非常的大，可能根据东北季风，可能根据台风，还有潮流都会有影响。像我们这边的沉箱是不需要去挖的哈，就是先铺一个衬垫，然后再去做抛石。那抛石到一定高层以后，再去做它的整平，然后到一定高层以后，然后再放置这个沉箱。针对大型电箱伫咧放的时阵造成海草搭死亡的部分，中油也做回应。讲若是工程破坏，海藻搭的湿地形会较尖，不过发现的海藻搭湿地较圆，所以应该唔是工程的破坏。环保团体要求中油唔通闪避问题，建议由第3方的公证单位现场勘查调查真相。中油是建议先看进行的调查资料，再个针对疑问的部分进行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真侪人会用黏鸟鼠的棒仔来掠鸟鼠，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呼吁讲，这款黏鸟鼠的棒仔会对其他野生动物造成伤害。若去互黏到存活率是无到5成。讲要预防鸟鼠仔，除了爱甲这物件修复好，阁会当来利用鸟鼠仔讨厌的气味、精油来避免鸟鼠仔行入去处理。
24节气的耕地，就是讲春天到晚万物开始活动，所以台湾话有得讲耕地鸟仔拍食。过来3月初5就是耕地，天气慢慢要转烧热，各地因为猎鸟翅膀伤到其他动物的案件嘛开始增加。台北市野鸟协会指出，这款限制定定会黏到鸟仔、蛇还是狗仔、猫仔，因为黏甲真黏，动物在紧张、滚量的时都会造成愈大伤害。那粘鼠板呢？它本身外面是亮亮的，那太阳照下来，它会觉得，那个透明光滑的东西是一片水，它就会停下来，可能要喝水。然后小鸟因为在粘上去的时候会挣扎嘛，因为很害怕挣扎。那通常这个时候就会有骨折或开放性伤口的产生。那它们放久的话，那个一些垃圾或病菌就会跟它们的伤口一起。它就会发炎这样。事实上，这几年这款黏甲含剂伫咧英国、威尔士和德国等等有法律规定禁止使用，因为毋但含剂的效果歹，动物中含剂以后要恢复健康放生的几率增加，死亡的过程是真痛苦。台北嘛有民间团体要推动立法，希望在地方政府的动保自治条例，通禁止黏鸟翅膀这款黏甲含剂。民团表示，安尼会使减轻救伤资源的负担，唔免每项代志拢要杀对中央去。是兽夹或者是像山猪吊，它有被写在某些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里面去进行管制。政府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是可以去进行管制的。那目前在台湾就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动保处来进行呼吁，可是好像政府能够做的其实就只是呼吁而已。那如果说今天是可以透过立法去做管制的话，其实政府的负担也就不会这么大。台北鸟会嘛呼吁民众通用鸟鼠讨厌的气味、精油等等避免伊来处理。若是有动物互黏鸟翅膀黏着，抑佫活咧，民众会使用棒纸甲有黏甲的所在砍起来，减少伤害。用纸箱啊软空顶起来。将会建议赶紧送到救伤单位，也是卡号1959动保专线。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高雄大学开发一套手语辨识系统哦，透过使用者手部的表情、手部的动作、有面的表情来分析手语。这系统嘛得到国科会大专学生的研究补助，咱做回来了解。我很开心。透过系统即时判读手语，这是高雄大学研发的手语之声，运用光流技术、深度学习啊，有资料生成的技术，研发出一个用普通镜头，就会当来研判到使用者手部动作甲面部表情，快速甲手语转做文字也是语音。台湾就是资料比较不齐全，然后比较难，没那么好找。就是我们会用这个，然后可能让它做一些位移。然后变形什么的，就是让它去生成一些不一样的资料。我们会先去收集网络上手语单词的影片，那在收集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了解它每个动作是怎么比，然后以及为什么它要这样去比。指导教授讲，目前系统还搁伫咧初步阶段，搁要来克服判断距离长久，还搁有连续长时间手部动作随时来判读等等的挑战，嘛需要有大量的手语资料库来辅助。比很快之后，那其实一句跟一句之间怎么样去中断这个困难点，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那另外一个人讲话之后，他能不能也转成手语，让另外一个只会手语的人去理解？那这个方向也是在第2个阶段，我们希望可以完成的部分。手语之声通过113学年度国科会大专生研究，嘛伫学校得奖。团队希望系统更加健全了后，会当伫政府病院、医政通报等场所提供服务，互全台将近3万位使用手语的族群更加便利。公司新闻王柳婷明超宽高报道。3天前哦，台铁推出石斑鱼便当，当时是真抢市。最近哦，台铁甲屏东县政府搁再合作，利用甲外销日本同级的龙虎斑哦，推出2款新的龙虎斑特色便当，限期哦卖3个月。正声一响，台铁石斑鱼便当正式开卖。2种新的便当，唔有屏东龙虎斑、葱头、咸鸭卵，嘛拢是屏东在地。甲龙虎斑做便当菜，台铁甲屏东县政府3年前捌合作，短短半年的时间都卖出5万外粒。这摆搁再合作，有民众经过看到，也专工留落来当开卖。以前有到那个枋寮那边去吃过，对啊，感觉那个肉质蛮好的，还会用到便当的，真的是很难得，对。
我刚在这边已经等了1个小时。推出限时3个月石斑鱼特色便当，可民众通食到这款高级鱼肉。其实2022年台湾的石斑鱼拄到外销危机的时，就开始重新思考产业转型。过去石斑鱼外销是以活鱼，内销是以倒菜的专鱼料理为主，因为价小悬，规尾鱼啊较歹料理。这2年政府大力建设冷冻甲加工的技术，用小包装产品在国内外拍开多元通路。近年我们在投入冷链这件事情，我们非常重视保鲜，我们也辅导我们的产业团体，还有我们地方政府去开发各式各样分阶的一个产品，去满足目前国人消费他们喜欢小包装、简单方便实用的一个形态。我们这次呢，至少都要4斤以上的鱼，其实风险当然是一定有，因为我多花了一点时间多花了大概接近1倍的时间，就是大概2年多去养成。那风险当然是有，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个新的通路、新的契机、新的市场。业者讲，即摆伫国内大卖场拢会当买到切片的龙虾斑，即摆透过做成特色便当，会当互民众更较认捌这款鱼，拍开龙虾斑的国内销售市场。记者柯家祖、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今年世界行动通信大会今仔号伫西班牙的巴塞隆纳举行，台湾科技大厂联发科、和硕、和宏达电等全球将近2700间公司参加哦，内底是6G 和 AI 相关的技术。Here and we press the start detection button. Let's see what's going to happen. 这段影片经过侦测了后，发现有94%的几率是 AI 形成的轻微科技生产的。这款笔记型电脑荧幕为13寸变做18寸，伊的显示器是用会当凹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技术制作的。这款笔记型电脑只要予日头照20分钟，内底的电就够通好看1点钟的影片。伫掀开荧幕迄一边，内底有太阳能板，会当甲光转换做电能，随时充电。这是伫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2025世界行动通信大会，这个甲重点放伫6G 甲形成式 AI 等等的技术。Companies are diversifying their product lines by using AI and incorporating it, and then how it's also bettering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Big thing for us really to address in 2025 is the impact of AI. 世界行动通信大会从深开始手机的电视会，到后来扩展做健康科技甲移动设备，即马有 AI 加入。不过大会认为讲手机会是一个真大的商机。1.4 billion mobile phones will be sold this year. That's 44 every second. But the manufacturers will be leaning heavily on AI as a means to try and drive interest in device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at Mobile World Congress is undoubtedly going to be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bviously, we've got a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which is using tariffs as a bit of a weapon towards other markets, particularly in Europe, where they're worried about the over-regulation of US companies. But als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 number of Chinese manufacturers who will be looking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fear towards the US. 除了有为全球要3000间企业来参加展览，1200个专家甲政策制定的人士，而且按算还佫有超过10万人来参与。专家认为讲，目前地缘政治的局势，会是这届大会另外一个焦点。科技业者哪创新哪竞争，也佫爱哪观察国际政治的发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